嘢咯。有cái nhông nè. Sa，我先去头前看下。快点嘞！水果村的村民全部晒糟蹋去嘞。乜嘅？寒夜咯，寒寒咯，我嗌水。有cái nhông nè nó. 已經當叫無落雨咧，我一條準備曬到走走了，想聽我來。事情係咁嘅，自從山落來一隻噴火龍過後啊，我條村咧就冇落雨嘅。不過今晚嚟噴火。嘛該做成強強呢？再過安尼下去，唔但將冇東西好食，就連人都會曬死喲。呀，只噴火龍行過冇呢？係啊，anh來唱高八公，看幾nhông嘅講。八公有嘅事。我是喺當無限嘅哦，發生乜嘅事情呢？點解噴火龍從來冇？我嚟看啊。噴火龍就地山凹嘅當行嘅龍肚好，噴火龍呢條青苔，一條哦愛死你哦。大家唔是笑，人哋嚟打算。人愛想辦法，撈水果村嘅人聽數賬號。做唔得啊！噴火龍喺突然間喺個人手上嘅，馬上來叫阿媽啊！錯噶，人一條都得先撇條路來行啊。真唔得，行過小路嘅山溝誒，就係最夾嘅路。好啦。勇士，什麼一條天數，叫我條水果村，就拜託唔得咯。冇問題嘅。有看到嗎？冇啊。你去乜嘢？我一定去推俾水果村民來嘅啦。長毛仔個繼續噴火嘅啦！捱來，快捱個厲害！耶！呀，細姑！快捱嗰啲條！
喷火了吼！有怪险呢。叫得有一门呢嘞。无上迄边也见咧咧，姑嫂其實蠻愛噴火嘅嘿。啊，人哋來攞佢天數啦。挨來。矮腳唔係痛咧，日得安子些。唔過唔噴啲火對水果村影響動態。係啊，佢哋都冇辦法成法咧。我咪天數結結。嚇，既然實實啲天數江本啦。誒，邊落去啊？哎呦！我哋這個老藝哋落地嘅意麼？水到走車咧！很好，安子些哦。唔過啊，就因為唔到亂跌鐵石，噴火龍將會促上發現噴火。冇錯。係呀，日哋沒有飛色你張錯。我剛剛老天神前的。是啊，都幾係唔錯。係啊，我哋下一拜天初老天石好好變下來。乜嘅神啊？一條噴。睇下驚下隻喎！睇下唔是嘅。聽啊，媽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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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這個很高。哦，原來這噴火龍係會衝走咧，但會顯得龍肚香哦。再見，再見啊！噴火龍，再見，再見。當然了。水果村又笨笨好溜，又長又溜。也同伴最感情嘅。本日就提到紅色。唔想下啲啦。今日出冇生意哦。安子些哦。
落嘅啦。你唔記得潘鳳龍嘅教訓係？